有时看着我媽，我覺得自己好像對着一面鏡子，但鏡子裡卻沒有我的樣子。以前聽人家說失智症，我以為只是記性不好，直到失智症發生在媽媽身上，我才知道這不是一句輕輕的記性不好就可以說得過去。媽媽的失智最令我痛苦的，不是她重重複複的把一個問題問數千遍，又或是燒開水忘記關火，差點出意外，而是她把我忘了。明明上一秒她還笑嘻嘻的叫我強強，但下一秒她可能就會用那種防備小偷一樣的眼神盯着我，大聲叫罵，問我是誰，為什麼在她家。她最疼愛的強強明明就在她面前，但在她的眼中，我只是一個會讓她害怕、讓她尖叫的陌生男人。媽媽明明還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卻仿佛已經死了。最難受的是，我還要繼續扮演那個孝子，但我心裡早就碎得像個孤兒。凌晨3點鐘，我一聽到客廳有滴水聲，我就知道又要開工啦。跪喺地下抹啲尿嗰陣，我條腰痛到好似要斷咁。之後我啲眼淚就忍唔住係咁滴喺個地板嗰度。我唔係嬲佢俾功夫我做，我知道佢病咗，佢都唔想㗎。我係嬲我自己，點解咁老，點解咁冇用？當啲仔女同我話，阿媽你咁辛苦，不如送阿爸去老人院啦，你一個人搞唔掂㗎。我一聽到佢哋咁講，我就成個心都寒埋。我同佢哋話，你阿爸成世人為咗養呢頭家，無論幾辛苦，佢都冇怨過半句。幾時有事都係我哋兩個一齊撐。而家我點可以話因為一句驚搞唔掂就丟低佢一個人喺老人院啊？所以只要我仲有一啖氣，我都唔想丟低佢。雖然喺啲仔女面前我係咁講，但係其實我真係好驚，驚到每晚我都瞓唔着。我唔係驚死，我係驚如果我病咗，到我連自己都照顧唔到嘅時候，仲有邊個可以照顧到佢呢？又或者，萬一我死得早過佢，我一走咗，佢點算啊？仲有邊個會好似我咁，知道佢驚黑，知道佢鍾意飲熱少少嘅湯？我真係唔想見到佢走嗰陣，只係得佢自己喺一個完全陌生、冷冰冰嘅地方。唔通人老咗就連揀死喺邊度嘅權利都冇？自從阿爸病咗冇能力自理之後，我就辭咗份工，全力照顧阿爸。不過由嗰刻開始，我喺呢個屋企就由細妹變咗賓妹。大哥每個月都會準時寄錢返嚟，但係佢就覺得自己俾咗錢就係盡咗孝。每次返嚟1個鐘，話就話係探阿爸，實質就好似老闆巡鋪咁。
指住個雪櫃話就快冇晒營養品，做乜唔補貨？話我啲嘢應該要咁擺咁放先至方便就手。每當聞到屋企有陣味，就問我係咪又未做清潔。其實佢知唔知阿爸一日要換幾多次片啊？每次換片嗰陣，你估阿爸就會乖乖合作飲你冇咩？佢根本就唔知道阿爸發癲嗰陣會對我又咬又打，成日只係覺得我照顧得阿爸唔好，叫我上心啲。因為你有家庭，有小朋友，有工作，所以全家人就老諷咁認為照顧阿爸嘅起居就係單身嘅我嘅責任。唔通阿爸你冇份嘅咩？出錢係咪就係等於大晒啊？咁出汗出力嗰個呢？連一句多謝都冇我都算啦，仲要俾你哋話我做得唔夠好。其實我星期日都想出去見下朋友，食個飯，輕鬆下。點解你哋好似睇唔到我嘅犧牲同付出咁嘅？我真係好想大聲咁同你講，夠啦！我係你哋細妹，唔係賓妹啊！